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新北市新莊一張停車場傳出着槍聲，互開槍的是一個有烏道背景的男子，講朋友甲拜託，請伊幫忙敲債務，結果公親變事主，去互對方甲開槍。深夜時間，車輛豆豆駛入停車場，一隻黑色的轎車底佇咧後壁，幾分鐘了後出現槍聲，附近的民眾聽到是驚甲，趕緊報警察。管區內傳出槍擊案，員警是正着急趕到現場，附近的住戶嘛攏住一角停車場。事發佇昨半暝，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一個停車場瓦郡社區的大樓，居民攏有聽到槍聲，塗骹還有槍指殼的碎片，還有警方記錄槍指殼的標識。我以為是放鞭炮，很大聲嗎？很大聲。我要睡覺的話，砰砰砰砰。啊，聽到幾聲？5聲。當然，我才知道是槍聲。你有嚇到嗎？沒有，因為我以為是車禍。安那引發騷動的源頭，佇咧案發大約20分鐘了後，就早涉案的前國派出所投案，講會開槍是因為債務糾紛。原來這個李姓嫌犯甲另外一個平姓朋友有數十萬的投資糾紛，平姓查某人找有烏道背景的寡姓查某人協助討銷。不過佇咧過程，伊共罵槍聲，但判着失敗，才互李姓嫌犯不滿，佇咧後壁開槍警告。在被害人返家的這個停車的時候。那持槍來對空示警。敢若因為不滿放槍聲，就要開槍警告。警方除了追查改造底槍的來源，嘛要將李姓嫌犯送辦。加在無傷着人，自好嘛偷一口氣。